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新北市淡江大桥早起11点半正式通车了，有真侪民众透早就伫附近的等哦，想要第一时间来体验。也毋过现场的状况是袂少，有在地里长甲民意代表是真不满讲，无受到邀请参加通车祈福仪式，佮有不满奥多摆的车道上的民众哦，还未开放就翘奥多摆上桥，是互警方抓落来，车嘛互扣起来。 开放通车，淡江大桥机车道虽出现车阵来太车，不过伫透早10点外，还未开放通车进前，竟然有一位男性骑机车去哩淡江大桥，伊是对8里挑工违规上桥的。我们前面有做拦截，你为什么强冲？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我做这件的起因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别人的安全呢？你有没有想到？ 违规上桥，佮骑汽车道，这位男性当场互带转去警局，车是甩违保管。因那伫淡江大桥通车进前，交通部公路局暂时举办祈福祭拜仪式，不过地方的里长甲民意代表未爽无受邀请，就靠来伫外围抗议，互警方挡落来。部长！我没有想到说，我们中央政府，我们交通部如此的蛮横，如此的无理，如此的不礼貌。我们的活动已经办了10几次了，所有的里长跟民意代表已经来了不下4、5次以上了。那今天是我们的内部的祈福的活动。淡江大桥开放通车了后，淡水甲8里2个所在也有全新的交通模式。新北市府也规划4条新的公车路线，13正式上路，不过爱先预约。另外，新北市交通局也提醒，禁止伫大桥四边飞空拍机，那违规上当会当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仔透早，台北大桥埕码头有一个90外岁老大人哦，跌落水里。伫个附近运动，一个20外岁少年人哦，随跳落去要救人，结果2个人拢失踪。这老大人哦，即马是已经找到，也毋过救无回来。目前哦是搁去找一个少年人。 警消出动快艇河滨来回搜查，空袭机嘛详细作业鸟瞰河淮状况，岸边也派人戒备，因为大桥埕码头有人落水。 找要4点钟，总算伫离码头差不多700公尺的所在，发现渡水的老大人，年岁差不多94岁，伊已经无性命的征伤，互人紧急送医抢救嘛，已经无法度。不过搜救行动还未结束，因为案发当时有一位少年人嘛跳落水要救人，不过目前还未找到伊的同行朋友，是相当的着急。 我们没有看到他被掐水，是旁边的婆婆妈妈、长辈们。 有男有女，他们说请我们过去帮忙。之后他有跟我说过，他想要去考救生员证，所以他当下要下水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2到3分钟就没有看到人再起来了。失联的24岁李姓男子，甲朋友食宵夜食煞，12天拍普5点外来到大桥埕运动，听到有老大人落落水，随跳落去救人，不过伊才拄要甲人救上花煞雄雄，甲老人做伙沉落去。 现在是退潮的情况下，但是因为上午的一整个时间都在涨潮，所以范围我们还会锁定在从大稻埕码头的落水点一直往上游的部分，先再做扩大搜寻，之后才会因为配合退潮再往下游方向。警消初步调查，这位老人一透早出门，家己行到大桥埕，软过栏杆的空棚，行入管制区来落落水。不过案件发生的详细原因，阁需要继续侦办和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桥仔头昨暗有兄弟仔因为财产冤家，65岁阿兄是举刀仔杀死62岁的小弟，86岁老母去苦劝嘛受伤。厝边讲哦，这对兄弟仔感情本底就无好，定定在冤家。警方嘛表示讲哦，这案会以杀人罪来侦办，因为涉家暴，卖来通报社会局。 在暗时7点，一大队警察赶紧来到高雄桥仔头这条巷仔底要抓人，因为有民众报案讲，这间徛家有人冤家嚷甲大细声，哪像阁有举刀仔。警方赶到归随甲65岁举刀仔的阿兄抓起来，不止个62岁小弟已经倒伫咧涂骹，紧急送病机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我老婆说有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叫，当下我也不想，然后来我就去载小孩子。 我回来就看到哇，一大堆警察。因家产问题引发肢体冲突，导致包含母亲在内3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因颈部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
警方表示，阿兄伫外口睡厝，小弟甲老母也阁小妹一家靠话住伫咧遮。因为小弟欠钱用，想要甲厝摕去贷款，阿兄认为不如卖掉，大家分家就好。因为超袂好势去冤家，阿兄去补买牙刀杀死小弟，厝边斗听到安尼，拢错一条。40单啊呢？是40单啊。对啊，我小时候6年级在这边的时候就看他们就住这个。因兄弟啊感情安那？无好啊，感情无好啊。感情无好啊。嘿啊，拢惊冤家啊。本案后续进行遗嘱关怀。并视案家需求，连结丧葬协助、法律扶助等相关协助。目前在遮拄过86岁老母煞亲目睭看到后生相拍太死。社会局表示，当事家庭毋是服务中的个案，因过嘛无相关的家暴通报记录，后续会派人去关心，提供协助。记者柯家做教育高永昌报道。立法院顶礼拜通过7800亿军购条例，也毋过拜女的老师后对贵子伫网络的节目顶头讲，只要台湾人承认讲家己是中国人，两岸就会和平。这段嘛，互中共的官方媒体用来宣传。咱国流委会是呼吁拜女应该好好处理吴老师配合中共的行为。教育部长陈英也嘛讲哦，老师人都爱有分寸，应该避免互利用，真做是政治来宣传。我自己主张零军购，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1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讲话影片互中共官方媒体下骹的新媒体做成电影音。台北第一女中教师吴桂枝前几天接受网络节目的专访，讲到立法院78三读通过7800亿军购，说讲支持军购归零。流委会呼吁台北第一女中好好处理吴老师再度配合中共宣传的行为。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表示，爱相关单位进行沟通甲了解。他所影响的是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学生之间会造成不同的意见，在校园教室里面去做争论，这个都不适当。所以老师这么强烈的政治立场的表态，我个人认为不宜。我想老师应该本于专业啊。这个谨守分际，不可能在课堂提，他们也不用联想太多，要入人于罪。你霸凌不同意见的人，这算什么？这是台湾的骄傲的民主自由吗？教育部讲，应该以教育行政中立来做核心的原则，呼吁地方政府加强宣导，而且监督学校落实教师法，避免无适当的政治宣传。不过，另外嘛，这个吴桂枝已经不是单纯的老师，已经是中共伫咧台湾的统战协力者。透过他非常多红统的言论，非常多伤害台湾的主流民意、伤害人民情感的言论，而且很快速的就被中国的相关的媒体、抖音大量制造成一条龙的传播链。如果没有加以自制，恐怕也对教育现场产生了非常负面的效果。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我也是台湾人，所以我支持中华民国要捍卫自主的能力。所以7800亿是我们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共同的共识，我们提出来，我相信这也是符合大多数台湾2350万人的主流民意。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就表示，国共绝对无协力，强调支持合理的国防预算，捍卫中华民国无大细心。然后吴桂枝伫咧一个进前打电话给伊，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特别去中国访问，嘛表示讲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讨论经贸、中东局势、佮内地案等议题。川普嘛讲哦，嘛来讨论对台军售，外界是质疑讲美国对台立场敢会改变呢？咱国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讲，台美是互相信赖的关系。有学者嘛认为，中共应该会针对美国对台军售来提出要求，也毋过哦，应该是未来正做是美中谈判的条件。川习会伫即礼拜登场，美国甲中国会讨论经贸、中东战争等等的议题，牵动区域局势发展。美国总统川普伫咧访问中国进前就透露，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核武珠海峡封锁的代志。另外，伊嘛当面要求习近平，就要甲洪破刑关伫咧监狱内底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立英甲放出来。But Jimmy lied. He caused lots of turmoil for China. He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He wasn't successful. Went to jail, and
people would like him out, and I'd like to see him get out too. 台湾议题部分川普证实会甲习近平讲到对台湾军售的代志，针对中国笑上台湾的野心，川普认为中国袂用武力还台湾，啊，毋过伊嘛警告台湾甲中国两边是握足近的，啊，若美国甲台湾是离足远的。美国国务卿罗比欧嘛伫咧国务院上新的普文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拢有好处。He knows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Very far away, 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那么对台湾军售的代志，会搬去伫川西会顶悬讲，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议员进前就联名致函给川普，讲对台湾的支持，这是袂使摕来谈判，呼吁北京该赶紧通过已经调查真久、高达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案。美方的重要的国家的领导人跟重要的国家的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的改变台海的现状。可能就是川普他在讲完之后，应该是会去表达说他有办法去管理台海的安全，借此去你要说吹捧也可以，或者是说对他自己自身的一个肯定也可以。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只要能够让川普说到军售议题，对于中国来说，或许就是一个成功。高永泰强调，台美双方是上会当互相信任的伙伴。啊，若学者分析，川普应该袂甲对台湾的军售摕来当作美中谈判的考验啊。啊，毋过就爱说你中国会摕川普对台湾的发言来操作，生话做一寡认知作战，对台湾散布一寡疑美论、弃台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国际护理师节日，林焕英是打通过3班护病比来纳入医疗法。卫生福利部部长赵聪良昨表示讲，若反对讲政治跳票，后一届搁再选互赖总统就好。也毋过今仔早起，民众党团就开记者会批评部长，替护理师的权益来拼选举。部长赵聪良是强调讲，政策就爱有计划，爱一步一步来，一定会伫赖总统任内实施。为了改善护理职场的环境，立法院三读通过，把3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法。不一个卫福部宣布有2档的缓冲期，2018年5月7日才会正式起稿，让护理界真不满。民主党团12日开记者会批评讲，卫福部长赵忠良若欺骗基层护理，搁人水火讲跳票到2018才搁到赖总统，把护理师的权益当作是选举的牌子啊！施中央部长那时候成为诈骗集团的首脑，要我们护理人员被骗一次，还要再被骗第2次。也拿时代力量、基进党等等足侪议员参选人，嘛到立法院均宪楼头前召开记者会，呼吁卫福部停止用眼前的战术伫咧拖，强调3班护病比若是劳资的议题，搁较是医疗安全。当一个护理师爱详细照顾真侪病人。病房的变化，若要发现问题，会延前，摕药啊，甲处理的风险嘛会增加。受影响的是所有的病人甲家属。卫福部长赵忠良就表示，3班护病比起稿无跳票的问题，毋过政策必须要有计划，一步一步豆豆啊来。3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政府的重大的政策都有其延续性，所以我们会在3班护病比入法之后，行政院、卫福部跟所有的医师团体、医护团体，我们在研究如何让未来的配套能够更为完整。赵忠良指出，3班护病比若是单一的政策，更较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若要避免病院大规模的关床，会影响民众看病权益，而且佮强调，赖总统就任以来是投入医疗资源上济一任总统，包括健保总额、甲健保点值调升等等，未来会继续推出护理人力12项改革计划，包括人才培训、改善工课环境等等，希望会当为制度改善护理人力长期流失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4大指数，昨又个大起哦，费城半导体指数是起将近3%。今仔早起台股盘中嘛个起破42000点，收盘是起108点哦，收伫41898点。今仔台股主动性 ETF000403A 挂牌，早起用拿官方的网站袂顶袂当，早盘上悬个冲到要11块。
也毋过有分析师是指出讲，这款主动式 ETF 资金真侪哦，所以对股市的个股影响会真大。拜美国四大指数收红，尤其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气势是有够强，收盘的时阵起差不多3%。啊，那韩国股市是自起变做落，早盘上加7421点，跌超过400点。啊，那伫股市起落落了后，股价才阁升起哩，差不多伫1%的范围内底来去。啊，那台股这台车伫拜二是愈开愈紧，早盘升起哩42157点，拍破盘中上悬计数的纪录。啊，毋过受落来受到韩国股市跌落来影响，台股嘛对咧落，尾手台股才阁升起哩挑战42000点的大关。下半场的时候，台积电我们要看台积电表现。如果台积电呢能够呢，今天能够收红的话，止跌收红的话呢，那今天台湾的加权指数呢应该收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分析师认为，拜二台股的加权指数、宽达股的走势是关键。像讲台积电的股价就升起哩，才阁落落来，啊落落来才阁纠转去2235块以上。啊，那台达电甲鸿海，这细面就搁较软正，盘中跌超过1%。另外，最近台股主动式 ETF 3支咧挂牌，拜二搁出现新的 ETF 00403A， 开盘的时间一到官网除了吊车，啊那成交量嘛突破上100万张，啊股价明显是比伊的前台搁较悬，甚至上悬的计数来到10.96，只是这主动式的 ETF， 大家这么爱，经理人会使随时按趋势来换成分股，这外界就烦恼讲，那乖乖欠股的人，敢会去互伤害到嘞？过去的纯股族，他可能不会常常的换股，但是主动式的 ETF 一旦有风吹草动，如果是利多的话，它也马上资金就去立即追捧，会造成连续的涨停。但是利空的话，它也是毫不留情的会砍，那所以在跌势的时候也会加速，所以助涨助跌的效应是会有的。专家分析，虽然主动式 ETF 可能会互市面上高一支的股价起落落较明显，啊，不过预期今年台股主要的重点，有关是放伫咧 AI 相关的概念股，因为这基本面真好，所以伫咧年底进前有机会台股会升起哩5万点。记者综合报道。美容诊所偷窃的代志哦，即嘛是愈变愈多。台南有一间连锁的医美诊所，嘛互查出讲有装偷窃的设备。屏东县的卫生局的人员哦，嘛去为伫屏东的分店来稽查。也毋过哦，屏东的诊所是连续2天拢无开门。今仔早起哦，总算会当顺利入去诊所检查咯。也毋过已经无发现违法的设备。第3天啊，铁门总算拍开，卫生局人员和警方做伙进入严义明伫屏东的医美诊所稽查。屏东卫生局表示，在伊下晡4点半就联络到姓吴的负责人，因为伊伫台南配合调查，所以一直无法度接电话。调查了，就伫5点左右请员工开门，顺利进入屏东分店稽查。卫生局讲，暂时无查到违法的监控。本局经多方联系吴姓负责人后，于5月11日下午5时许再次至现场稽查，现场查核未发现与通报案件相同款式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美容诊所偷窃事件烧煞别空，找到台南严义明中西区的分店天棚，嘛有发现监控摄影机。随通报检警调查，屏东卫生局接到通报，初10早起到屏东仁爱路的分店要稽查。诊所所表示礼拜休困无开，11早起到场，诊所阁临时公休，互人怀疑是毋是咧闪避。到11下晡才联络到交保的负责人。目前已完成全县12家医疗机构及1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作业，皆未发现有针孔设备，后续仍将持续扩大追踪调查。卫生局说明，严义明屏东分店的1楼是共负责人的眼科诊所，6楼有眼科的开刀室，拢是合法的医疗机构。美容诊所内底4间房间嘛无发现监控。卫生局呼吁民众若拄到文书的侵害，会当赶紧通报卫生局，也是卡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立宪基金会指出讲，长期甲利用权势性侵害的案件，有真侪受害囡仔甲家长伫求助的过程哦是真痛苦。有律师是呼吁医校的工作者应该要有愈严格的审查。卫生福利部嘛强调讲，已经在修法，要求讲要进行资格审查甲认证。台北市幼稚园园长的后生吞大真济为救囡仔，这件代志，互社会拢真着惊，嘛互大家看到即马李小红后帮是破一大坑，甚至囡仔去互吞大了后，家长就爱伫咧报案验伤，社政单位也搁伫咧司法定数，安尼来去咧走撞，互被害人可能伫咧讨公道的过程，第2届受伤。我们必须不停让孩子重复的一直
阐述他们受害的过程，一直讲，不断的揭开伤口，还不能忘记，一问了1、2年、2、3年，一直上法院。受害家长讲，到后天，互在场的人看甲是不忍心，啊，毋过这毋是个案。自台中的消防队、土城的危机教室到医疗的院所，这几年来少煞发生这款代志。受害者的年龄自非常细汉的幼囡仔甲青少年拢有，大多数拢是牵涉长期的侵害，也有权势控制。多数的一个案件都跟教育的一个场域有高度密切的一个相关，往往都不是陌生人突发的一个犯罪。而是发生在这个熟悉、信任、服从的一个关系上。类型基金会发现，这款的代志共同的问题，拢是伫咧频繁接触低效的环境内底，欠完整的资格审查、监督机制，也佫有求助的管道。如此嘛，呼吁针对低效工作者资格的相关法律，应该爱修较严格的。啊，若台湾到单嘛欠缺跨领域、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这个整合呢，其实应该要可以整合社政、心理、医疗、鉴定、侦查，我们要把所有的程序呢，让家长跟儿童只需要在一个地方，还有一次就可以把它完成。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用回应，关系低效工作证的这个部分，已经放入去低效法修法的讨论内底。啊，若这上后边要安怎建立制度，也有详细内容，等咧收集各界意见。另外，性侵害案件如何来减少被害人，将同款的过程一直讲，目前是希望会使集中资源，一站式来协助被害人。啊，毋过事实上咧操作的时阵，这嘛会去受到每一个案件复杂度来影响，会阁继续听各界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临港智慧的发展影响是真大。今仔一场论坛，都有公民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着爱关心公共论坛的言论品质咯。政府的代表是强调讲，会来透过临港智慧基本法等法规来进行规范。这几年，网络发展为单纯的资讯传播，演变做生成式 AI， 透过下个平台串联，做出新的网络环境。不过，网络改变资讯传播的样态，嘛，互假信息、网络诈骗哪来哪接出现，造成重大财务损失。网络世界的挑战，从来不是单一部门能独自应对的，必须仰赖政府、技术社群、产业与民间团体的紧密合作，跟平台协力啊，然后共同去发展出一些新的技术啊。那我们其实就是主要是采取比较软性要求这个业者配合。昨日举行的一场论坛 ，NCC 强调网络世界下各界无一个国家会当单独应对，需要靠互联网的协调、年会验证等等的方式。平台也应该承担责任，代表网络使用公民团体烦恼网络顶头的公共论坛品质恶化，下个平台甲大量广告收入提早，互本国相关产业发展受到真大影响。它必须要在台湾有落地的法带，来处理该要担负起责任的议题，比如说儿少的、诈骗的。甚至未来盗版，或者比如说他对本国内容要产生的一些责任与积极的行动，特别是说在 AI 领域，我们目前已经按照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要求，全力的推动跟国际接轨的人工智慧风险分类框架。这场论坛除了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也邀请外国的专家，分享各国主管机关落实相关法令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8月组织今年的极光演习特别线稿咯。这届是瑞典，正则是8月正式的成员国头一届主办演习哦。嘛，专家邀请乌克兰的无人机团队来加入，让8月各国有机会当学到无人机作战的经验。2026极光演习甲印尼其他演习同款，有地面部队实弹射击，也有空军的战机调度。不一个上特别的所在是12个参与的会员国过咧学习无人机操作的课程，而且邀请有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单位现场解说。Seeing the Ukrainians out here wa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to see firsthand how they're dealing with the threat that they face, and the drone operators, kudos to them. They're able to give us lessons learned and then help us as we advance in our technology. 演习的所在伫咧哥特兰岛，若是瑞典上大的离岛，嘛是较晏波罗的海行船的路向会正中央，战略地位是足重要。Because Gotland is the key terrain in the Baltic Sea. If you have Gotland, you're
able to control the Baltic Sea in a much easier way. 路政会爆发，让瑞典赶紧加入北约的正式会员。哥特兰岛更较是受到各方的关注。这摆激光演习，就是设想罗西亚军方伫咧接近北约东边边界集中的时阵，也若北约会当赶紧为瑞典本土也有其他所在增加援助。 The scenario is about we have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NATO borders on the eastern side, like Fin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we have a massive build-up of enemy units, so a concentration of units on that side. And we also have, within Sweden and other allied nations, we have hybrid activities. It's an increased level of hybrid activities like sabotage, cyber attacks, influence operations, things like that. 激光演习并不是定期举办，头一摆是伫咧2017年，了后就是伫咧2023年，也就是陆战会爆发了后无偌久，瑞典就赶紧加入北约的组织。说落来，就是这摆2026年，瑞典头一摆以正式会员的身份主办，嘛头一摆邀请不是会员的乌克兰来加入，分享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再来看美洲人权委员会昨发布墨西哥失踪人口的报告，到2005年的6月，有登记的失踪人口超过13万人。因为有真侪失踪的案件，甲犯罪集团有关系，嘛甲政府部门有斗空，拢爱靠亲人家己去四界找人哦。所以即马受害者是行上街头，要求政府就要提出具体办法来解决人口失踪的问题。 墨西哥全国的失踪人口数超过13万，数千外名囡仔因为毒品暴力来失踪。这阿母甲其他家属和相关团体行起哩街仔路，要求墨西哥当局好好处理这个问题。除了毒贩的问题，这老母也控诉警察甲官员定定涉案。墨西哥是今年世界卡球赛主办国之一，这阿母也呼吁球迷支持这场正义之战。 Es vergonzoso escuchar que quieren cooperar con las víctimas cuando se han encargado de tapar todas las ficha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para recibir un mundial de fútbol. Es más importante que salga la foto de un futbolista, que se vea la foto de mi hermano Manuel, que tiene 8 años desaparecido. 美洲人权委员会10月发布墨西哥强迫失踪人口的重大报告。到2025年6月，才有登记的失踪人口，真侪案件确实甲犯罪组织有关系。不过大部分还未破案，而且当局无法度认出失踪者的危害来受批评。报告中阁指出，亲属甲受害者团体伫找找失踪人口的方面是发挥正大的作用。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constituye una grave crisis de derechos humanos en México porque es generalizada, indiscriminada y continúa ocurriendo por los altos niveles de impunidad. Al cierre del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en 2025, el país registraba más de 128.000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se estimaba la existencia de alrededor de 70.000 cuerpos bajo custodia del Estado sin identificar. 报告中阁指出，失踪事件对移民、妇女、原住民、记者和人权维护者影响是更较严重。公共政策组织墨西哥评估也发现，因为组织犯罪集团的势力紧来紧大，过去10年的失踪人数增加200%。就安尼，人权团体甲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采取更较有力的行动来解决长期存在失踪危机。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南投民间乡焚化炉案的争议阁继续在炭烧。今年的1月底到当理解宽频范围界定会议已经开9日了，这已经创历史的记录。南投县政府即马是又阁安排连续2天的会议，团团甲当地民众是讲县政府就是硬要伫民间乡来起焚化炉。 也毋过，环保局是强调讲，有甲民众一直在沟通讨论，嘛有讨论替代的方案，一切拢是依法办理。 民间的乡长冲入去官员列席的所在，本马南投环保局长顶日一议会公开表示，反对起焚化炉，真侪拢毋是在地人，要牵出去，在会议上向环保局长谢冤。 民间乡焚化炉案争议阁也未收煞，自今年1月底到今，理解宽频范围界定会议拜二开第9届，团团甲当地人抗议南投县政府黑白母一日开会已经创下纪录，嘛批评县政府假依法、假科学、假民意，拢讲白贼话，就是硬要通过甲焚化炉去至民间。法令限制民间乡，它写5。 特定农业区它有规定，尤其是农业部一直提到说，你要在这边
盖焚化炉要变更地目，变更地目的时候，需要有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你没有符合这3个原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去变更地目。不过环保局长会议，逐摆开会拢针对环团和自救会的质疑进行讨论。环境调查范围嘛有讨论过代替方案。有民众咧质疑讲代替的方案，阮拢无讨论这代志吼。其实阮的会议最主要拢咧评估2个项目，第一就是代替的项目，第二就是阮应该调查的范围跟内容。那阮进前已经2天的时间拢咧讨论代替方案。另外，环团嘛设一场会议，无专家会当讨论焚化炉对动物生态的影响，所以要求停止开会。不过意见无互人接受，抗议的民众徛去倒仔顶，有人倒一涂骹。要阻挡开会，现场嘛不时出现激烈的冲突。记者杨秋兰报道。再来看花莲林登山林业文化园区后壁所写站倒火哦，因为拢是房仔厝火是炭了真凶，加在住户拢有倒出，无人着伤。林保署花莲分署是统计讲有5栋16户烧掉，也毋过园区其他的历史建筑是无受到影响。甲牵手的手牵咧坐伫厝的外口。今年83岁的顾先生自细汉就住伫莫里萨卡林登山，大汉了后工作也是伫林务局。1966年甲牵手结婚了后，就住伫这间宿舍，想袂到住60年了后，打算回烧厝。厨房那边灯泡那边哦，开始就有着火啊！我拿那水管喷，没办法，已经在天花板那边也已经开始烧了。阿嬷头唔知要安怎，昨暗只有时常住伫里长因兜，由里长协助联络亲友。林保署花莲分署甲消防局的火灾调查人员12透早是进入现场，厘清倒火原因。田山林业文化园区，它是一个历史聚落，主要的游客动线就是在生活馆的前方。对，那生活馆后面这个区大部分都是属于早期的员工住宿的地方，里面大概有5栋16户，那其中只有1户是有居住的。林保署强调，火灾发生的地点是园区新华馆后壁9人甲10人的旧插头宿舍，园区其他主要的展馆甲核心区域无受到牵连，目前正常开放。2位时段伫亲友也未来进前，林保署会暂时安排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宜兰的交通，甲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宜兰县是提出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这个月初7日，监察院指出讲，这个计划有7个欠点哦，包括这个高铁方案是甲进前的地铁方案用要相同，欠缺全面的比较甲沟通。这项计划哦，佮包括420公顷的土地开发，要安怎定收嘛拢无清无楚。有民间团体是呼吁讲，这个计划应该爱先暂停。为着要解决宜兰火车车帮少甲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交通部2009年提出代替台北南港至花莲提速改善计划，也就是北宜地铁。也毋过牵涉到翡翠水库集水区可能受影响，加上减省时间效益有限。去年改变计划要规划高铁延伸到宜兰，牵涉到420公顷的土地开发。有在地居民讲，真侪人连高铁要安怎行，土地敢会去互政府定收都无清楚。我们要消灭农地，那它的必要性有没有好好的讨论？那宜兰有农田、有聚落、有生活，它不是一个空白一片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求，就是行政院在核定之前，一定要停下脚步。那交通部、铁道局还有宜兰县政府，应该要公开透明，重新评估与公民深度的对谈。有民团批评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工程费要开3521.8亿，却欠缺详细评估甲沟通。去年影响监察院定情调查报告嘛，在5月初7公布。监察院指出7项缺失，包括高铁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甲进前的地铁方案用要相同，也有决策欠缺全面比较分析甲民意沟通不足等等。民团要求政府的计划就要先暂停。他把直铁的方案的这个可行性研究计划，整个计划直接就转到高铁，然后补上17页的可行性研究，然后把整个计划就变成了从原本是一个直铁的评估方案，变成了一个高铁的评估方案。监察院报告里面已经特别提出来了140栋跟240公顷，可是这些地方分布在哪里？而高铁在铁道局在推动的时候，他只是讲说，这个到路线还没做最后的确定，刻意的隐匿这件事情。
针对高铁计划，宜兰县好拍算在125年完工通车，高铁站要设伫咧县政中心附近。也毋过，民团表示，在地人毋是反对交通建设，是希望按有较总的规划，尤其是县内交通要优先改善。民团呼吁行政院暂停宜兰高铁计划的决定，甲地铁方案列入考虑，好好补办天数，强化甲民众的沟通。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有议员批评讲，台南的敬老卡敢来当坐公车尔，福利是六都内底上歹的。伊嘛认为讲，敬老卡应该嘛爱补贴客停车费。台南市社会局嘛表示讲，因会来评估。本将大心落车呼时大，才甲车门关起来，这是台南小黄公车司机的日常工作。为着照顾偏乡和行动无方便的时段，市政府近年来推小黄公车，解决偏乡地区看会到公车煞坐袂到的难题。不过，议员这期台南敬老卡的福利，虽然有包含市区公车和小黄公车，到大煞无甲一般的客停车的补助纳入来，嘛无比较其他5都引入点数的制度，互人偏向台南是6都上局的。进出不像年轻人比较方便嘛。那如果说公车，然后偶尔他有需要计程车的话，我觉得补助应该是需要的啦。几都其实针对这个敬老卡都有计程车的点数补助以外，甚至还有这个医疗的挂号费的补助，也希望说台南市政府能够加速的来推动。实际甲6都的交通福利提出来比较卖，台东提供特抓车主补贴，那高雄和新北有点数通扣。颠倒台南目前有缘依持公车免钱坐甲摆的模式，这对身体无爽快、无在调踮路边等公车的时段来讲，便利性确实有差。虽然民众望福利通提升，社会局回应上大的原因是经费上大，若要比较办理，爱个针对财政负担、参政策效益进行评估。比到最后，什么都是要钱啊，钱没有又怎么办？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拿？然后你又在那边发牢骚说政府又在抢钱，这个是两极化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要平常心看待就好。敬老卡能够结合可以坐计程车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视评估整个市府的财源状况，还有市民的使用需求的部分，我们会谨慎评估来研议。目前台南市敬老卡办卡率已经有8成，社会局讲政策袂当干那看高一项的补助。小黄公车目前有42条路线，今年按算会去扩展，免怎伫财政规划参中者福利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嘛考验市府团队分配资源的智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中市南屯的三结果节目万和宫，今仔早起7点外，有一个35岁姓张的查甫人入去庙里，向情绪失控冰刀啊，佮甲身上背倒，现场是如惨惨，民众主动佮紧去报案，警方嘛已经甲这嫌犯抓起来，依法上班。庙方嘛表示讲会来提告，嘛要求赔偿。警方接到通报，随赶去台中南屯的万和宫，甲这位姓张的男性压制。他从河北。你跟他弄成这样是，把人家庙弄成这样干嘛？12号早大约7点，这位35岁姓张的男性入去台中市南屯的万和宫了后，向情绪失控，把岛中的贡品佮正电的细线身上拢车互倒，边仔佮有4则光明灯，互伊弄歹去，佮有相关的文物也互破坏。目前已请庙方清点财物损失情形，同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进一步厘清彰显的犯案动机。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法办。那袂使安尼啦，这庙事的物件，这保庇哦大家平安啊，去共用这算安尼足有适当啊呢。真侪信徒是惊一条，因为这是当地长久以来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国中的第3级古迹。庙方赶紧派人修复，也甲黄省长的身上整理好势。庙方表示，这位男性技术是游民，常常伫遮乱踅。12号早虽然发现伊的行为古怪，不过因为宫庙是公开的场所，无法度禁止伊入来。没办法去挡止他，因为寺庙是信众啊，大家都公共的出入的场所。那他这半年来也都相安无事，所以今天早上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蛮惊吓的。就他会一直看人家啦，一直就是会一直给人家看这样啦。然后民众会觉得他有点怪怪的，然后尤其他看女生也会一直看。庙方表示，目前对运作甲民众参拜无影响，当来看有啥物损失，随后会对男性提告，阁有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
既然打开龙潭湖的鸡仔鱼哦，逐当的5日节前后，拢会来撩溪放卵。也毋过哦，因为最近附近哦有新的道路工程，所以社区正烦恼讲鱼仔的生态会受到影响，所以嘛，甲办理工程的地主来协调，会当预留河道，望讲会当来降低对鸡仔鱼生态的影响。大阵鸡仔鱼伫溪仔口聚集，准备收起哩溪头生卵。这是逐年5月节前后，宜兰打起龙潭湖会看到的生态现象。不过，即卖的溪头煞变做工地。工地原底是当地社区争取经费，要起鸡仔鱼的生态园区。即卖煞有私有地地主办理多次计划铺路的工程，按算9月才会完工。拄好抢到鸡仔鱼生卵期间，因为鸡仔鱼会登去出事的所在生卵，社区金项工程单位参详。既然工程在进行，呼吁让它继续，咱嘛要搁继续做这个外来种移除。经过大溪乡公所协助，工程单位答应施工期间也留一撮互鸡仔鱼收登去溪头生卵。工程的内容也包含起生态园区，互龙潭湖会当继续保留鸡仔鱼生卵的生态景观。原则上主要就是我们顾问公司配合他们去在施工过程。尽量让固鱼保有它原来的那个习性吧。长期关心鸡仔鱼生态的龙潭村村长李志文表示，目前观察到的鸡仔鱼体型是比英国较大尾，应该是社区最近几年掠外来种有效果，今年会继续掠。虽然园区暂时因为工程袂当互人参观，不过相信配合生态园区的登记，明年会以更较好的状态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月初哦，伫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有一只全规身躯拢互鱼网仔缠条的可大的刺壳仔，嘛互送去动保团体，佮甲伊号名做美王头哦。经过3个月治疗，即卖已经恢复健康，卖当野放咯。协会嘛伫伊的身上哦，放一个画册的发报器，早起伫野柳的地质公园，甲伊送回去海里咯。好，那我们就让它自己下去吧。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颗卫星发报器呢，能了解这只海龟在未来半年到1年间呢，它会去哪边觅食、哪边活动、哪边成长。那透过这些资料的收集呢，或许未来可以让我们的政府单位以及我们保育单位能有更多的想法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管理的建议。协会表示讲，全世界有7种的海龟哦，咱台湾就有5种，其中有一种特别绝种的刺壳仔，嘛已经甲伊装卫星发报器。今仔要野放之前哦，嘛甲伊改名做古泰龙。望讲伊登去海里哦，卫星发报器会当顺利来发射接收信号，继续来追踪了解伊上新的状况。该看台东的成功的海边有一种天空之镜的风景区哦，因为当翕到真特别的相片，所以嘛成真侪游客。也毋过附近是无公共便所，公所是说2个流动的便所，可能是无够用哦，所以拢会让乌白帮附近是真臭。公所即马是表示讲，已经有规划要甲附近无得使用的粪扫掩埋场立法，买来设便所。最近东海岸天气真好，成功镇倒立海边啊，天空之镜有真侪旅客伫遮的海沙堡佚佗。毋过，伫咧出入海沙堡的路口边的草埔煞是定定有臭味，在地居民嘛发现草埔内底会有卫生纸等等太过物啊，怀疑是旅客腹肚滚假，才会伫附近偷放。因为这附近成功镇公所敢若设置2个流动便所，可能无够用。怎么讲？没有厕所嘛，没有厕所，你就随便大小便啊。垃圾场的门口旁边也有设置2个流动厕所。在地居民就讲，倒立海沙堡路口附近的大粪扫场已经停用，粪扫的臭味已经减少。不过即马出入路口却因为无公共便所，规个臭咪毛。可能会影响到观光的品质甲居民的生活。都立掩埋场目前我们有送环保署一个美绿化的一个计划，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整体规划，里面会包含厕所，还有一些洗漱的地方。环保局表示，凊彩乌白放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金。镇公所嘛呼吁，伫咧公共便所还未完成进前，会当利用流动便所，也是到附近的店家，还佫有东莞处游客服务中心借便所来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大理是人口第3济行政区，伫一民路甲新南区附近的
旧社区哦，人是真多。挂伫路顶电火条的电线哦，即马是真多，搁真乱。也毋过其中有3成，拢已经是无路用的电线咯。所以在地民众希望讲，市政府哦会当来做一届大整理。乌烧的电缆线真侪条散野野，线的另外一头是牵向路边的电火条啊，看起来乱糟糟。部分挂伫顶面的宽纵线路是互当地民众靠说是天顶的电库啊。台中市第2区玉民路、新南路这卡道的旧社区，因为这个电线可能致使公安危机。足歹，足侪拢安尼密密麻麻，这是对美观来讲足唔好看。啊嘛无安全，像遐风头像滴落来，我像遐乌头仔徛过，刚搞掉。天空里面到处都像蜘蛛网，然后有像甜甜圈一样，他把旧的废弃线路就绑成一团，就放到那个电线杆吊在那边，有时候会火花短路非常造成民众生命的安全问题。当地里长讲，社区拢是70年代的老公寓，大约有400户，超过5000人大。这个电缆线分别是有线电视、电信业者甲台电的电线，其中有大约3成是废弃的线路，可能致使消防问题，也是防灾来时出意外。民代评估至少分属台中市府4局处管理，应该跨局处协调，赶紧清掉。这些缆线的管辖单位有建设局、经发局、水利局、交通局，它分属不同局处。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跨局处来统整。建设局将召集改建所属单位开会宣导，落实复挂的管理及维护责任，来降低架高缆线违规复挂情形。建设局强调，公家路顶挂电缆电线、牵涉电条、电信条、号志条等等所属的单位提出申请。若查到业者违规挂电线，而且限期无改善，会按照台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条例罚3万到10万块。后续会调集相关的单位理清依法责任，来检照挂电缆电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金国路果菜市场最近传出讲有打伤哦，互偷摕钱，损失是真严重。市场是提醒讲哦，虽然是做生意真无用，也毋过哦，钱财都爱家己保管哦好势，毋通互财仔有机会。财仔世界看来看去，趁无人注意的时阵，拍开车门偷摕卡棒。新竹市金国路的大菜市啊，是在地生意上好的市场。最近传出有贼仔趁摊商长咧无闲落货，偷摕车顶的卡棒，因为做生意的关系，皮包仔内底拢藏袂少钱，全拢乌有去。在做生意哦，有时候，比如说我袋子刚好是临时客人来，我们就赶过去，这袋子就忘掉了，刚好有一刹那时间，对方看到没有人，然后就走了。家己注意钱财的东西。你要叫谁给你用？你讲就是爱家顾好啊。市场管理单位指出，财拢是趁半暝，摊商无闲咧搬货时落手，已经连续发生3件。目前农产运销公司已经大告示提醒大家，不管是拢爱注意卡网，落车时车门嘛要随锁起来，才袂互贼仔有机会偷摕。是因为我们的晚上都是在做批发作业哦，非常多的消费者以及人士呢会来这边做采买的动作哦，那可能业者之间呢，他这个一些包包呢，没有收好，让这个小偷呢有机可乘哦，的立即发起的公告。那请这个业者呢，在针对财务的部分呢，可以做好这个相当的这个管制与保管。警察就通报了，目前会先透过监视器抓出偷摕卡棒的贼仔，随即外派人去市场加强巡逻，让摊商有一个安心做生意的所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国家自导中心宣布讲，中央社会主体第2季要开始申请了，主要是台南的新市安基，佮有高雄的福山安基这2案哦，计共拢总哦是有890户，拢伫南部半导体产业生活圈内底。5月22号，地当开始申请，上紧12月初地当开始大咯。一栋新起的社会主体，伫台南新市区，吸引真侪有社区需求的民众注意。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拜二宣布，中央主体第2季开始租人。这摆主要推出的是台南新市安居，甲高雄的福山安居2案，拢总有890户。2个新案拢伫南部半导体产业生活圈，希望会当支持在地居民的客家需求。台南的迄个新市，甲高雄的福山。2个合起来大概有890户，南部台积电科学园区啊，形成一个足好的迄个
科技的廊带，所以对于未来这些发电的民众吼，应该对于居住哦帮助足大的啦。国家主导中心嘛讲，配合主体化的修正，甲育家家庭认定为原本0到6岁扩大到18岁以下也未成年的囝儿，也都是有高中生育囝家庭嘛算在内，都是希望社会主体的资源会当如瓦见民众实际的需求。但是在住宅法修订之后，那从本季的社宅招租开始，那我们也扩大，就是在这个婚育户的部分，育有7到17岁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可以纳入我们这一次婚育户的保障范围。国家主导中心讲，社会主体唔那是咧照顾优先户的弱势族群，因为弱势住户敢若占4社，连倒有6社是一般家庭嘛会当申请。国家主导中心嘛讲，这摆4案包含桃园市的桃园区、朱文安区、甲台南市东区、新都安区 A 校补，按算会阁释出207户4案，伫5月22开始会当申请，上紧伫12月初1就会当大入去，希望互主这家庭有稳定的徛家通大。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婚姻关115学年度国小1年级学生哦，已经报到完成了。今年哦是有3634个人，比去年减少600多人哦。面对这简化，有培养学校的利用在地文化甲生态来发展特色课程，那么做伙来看卖。学生一笔一笔认真上画图课指导的老师是学校透过教学计划另外聘请的专业教师。婚林图课秀谈国小希望学生透过多元专业的课程建立自信心。我们邀请进来的老师目前有太鼓、太极拳、舞蹈、美术、说故事、书法、音乐，所以我们在这各方面，我们补足了偏乡地方小学校的师资的不足。偏乡小间学校拍拼发展特色，摆脱无人报道的困境。土库乡比卡国小同款透过特殊的教学校，每一个学生对国小2年开始，就选一项国家的乐器，加入学校的国家团，结合当地文化甲生态课程，希望会当互囡仔留伫学区。针对少人数，其实是一个发展个别教育最好的机会。学校的很多特色，我们都持续的经营，例如国乐，我们2年级以上每一个小朋友至少都会1样乐器，而且都可以代表学校出去参加对外的比赛。因这器具拢伫拢伫学校啊。哦。啊，等下跟你分享吗？会啊。你分享的状况是安怎？真好啊。婚林关115学年度国小1年的新生报到完成，到目前报到人数是3634人，比去年减600多人。教育处表示，目前阁咧继续招学生，真侪偏乡小校嘛发展特色课程、社区化发展、甲男龄教学、自主学习，希望会当降低少简化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17岁4名导师高中生孙一伦，而且摕到台语演讲比赛的全国冠军哦。伊嘛立志讲要来推广台语文。最近出版头一本的台文诗集，册名叫做《过笔》，意思就是要来克服种种的困难，这嘛是伊的人生态度。就是像今日这本诗集同款，我透过文字，我透过我的行动来甲大家讲，我拢会使，你一定嘛会使。明明敢若17岁尔，讲出嘴的话是真侪大人拢无在调批评的。小小身体底一个老灵魂，伊是无受身体固样限制4名导师孙逸伦。因为爱台语，甲推广台语文这件代志当做一生的志愿。那抢在参加台语演讲比赛，念家己写的文章，即摆佫甲家己这17年来对人生的体会写做17首诗，出版头一本个人诗集《过笔》。无论是讲，我伫咧看到的景致，也是讲。体会到的人生，我就拢甲写做诗，因为我感觉讲文学的本质，拄开始一定是为记录咱生活的每一件代志所开始的。敢佫有愿望，也是用变成空。用充满感情的台语开口念出家己写的诗，台凯的阿母已经目眶红。孙逸伦讲，除了父母以外，这17年来爱感谢的人实在伤多，也因为有侪贵人的帮赞，互伊有机会去找找家己的台语梦。伊会坚持奋斗，伊面对身体病痛、疾病无认输的态度，也感动侪来参加新册分享过的人。新册内底除了台文诗、有华语的版本，甲小解创作的手法，全部拢是孙逸伦家己写的。伊希望甲台语文学甲传承透南做伙。
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台语文的水。记者郭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